今日咱报道上大白就是阿球啊，宾果的好朋友哈，龙千玉。虽说好久不见啊，但是呢，其实伊的这个心情啊，伊的代志啊，哈，伊的处境啊，大家拢有在甲关心。好，发行新的专辑，当然爱来甲大家拍招呼咯。哦，等就要甲阿球来开讲之前，来听伊的新歌《美丽相逢》。用青春的脚步，走向温暖的太阳，一步一步行来总有天看过，看人生的路途，风雨变一场幸福。虽然有时嘛会红，甲淡孤孤，我用真心等待你对我的笑容。因为你行入阮心中，爱你的梦变了想。虽然真短暂，并无代表是全部，因为你永远住伫阮心中。青春的脚步，走向温暖的太阳，一步一步行来总有天看过，看人生的路途，风雨变一场幸福。虽然有时嘛会红，甲淡孤孤，我用真心等待你对我的笑容。因为你行入阮心中，爱你的梦变了想。虽然真短暂，并无代表是全部，因为你永远住伫阮心中。因为你行入阮心中，爱你的梦变了想。虽然真短暂，并无代表是全部，因为你永远住伫阮心中。今次的宾果边啊是这龙千玉阿球啊哈，这些专辑来电哈，这次呢除了很多不同的曲式以外呢，跟妹妹啊再度没有再度第一句首度第一次首度他的第一次。以前哈，这里嫁去日本哈，想
必这个10年当中，这句话离去就后悔嘛。离去真好。但是英语更较好。是台湾过去日本教英语的英语老师。就好诶。台湾人教英语哈，这个对日本人是一种福气，你知道？迄教英开始准，你知影嘛？真侪日本人咧讲英文的时阵吼，迄种教一寡较无。美鲁克咖啡可以对，就是他们的习惯了，习惯性。那昨天吧，有讲到千石桥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千石桥呢，其实是佛经上佛门的一个故事。对，有一次就是阿难尊者，他问佛陀，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了。那佛陀就问他说：“你有多爱？”他说：“我愿意为那个女孩子呢，化成一座桥，受风吹500年，受雨淋500年，受日晒500年，只要她从桥墩这样子走过去，我看她一眼。”我千世的守护着他，千生万世的守护着他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哇，这是陈九九这首歌的由来故事。咱讲现在现代哈，听了这款的哈，说真的啦，我们现在讲的素食的时代里面，可能会觉得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你再回到爱本质，不管什么时代，爱的本质哈，人家说爱丢啊，都看他们戏的戏，爱到最高点了，对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当然不爱的时候，又会觉得说那其实爱也没什么，可是。这就是回到那个原点哈，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，愿意为他付出，那就是爱的真谛哈。是，很感动哦，很感动。对，因为这个佛门呐，有一些传说就对了，像这个典故呢，也是佛经上的一个典故。那它主要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这一辈子呢，会成为兄弟姐妹、夫妻，好，或者是父母。有可能是我们之前、我们过去生所希求的，我们所求的，所以这辈子我们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。所以哈，听这首歌那嘛，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是哈。这个人家讲说轮回哈，当然有人信，有人不一定信啊哈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我们最近常常讨论到就是说，有的人就有缘的嘛哈。那个缘分哈，有当下你被切好灯嘛，不一定切灯嘞。其实我是蛮相信这个啦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孩子，可是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。好，再讲，比如说双胞胎好了，你看，可能差个几分钟而已，可是那种个性也是南辕北辙。那以轮回来讲的话呢，那就是过去生啊所带来的，这过去生带来的一种感觉。其实我俩出席的叫猪逼诶，一看了可能。有旁边有那种生病的那种流浪的狗，它就会掉眼泪。对啊，有的人看了他可能就比较没什么感觉。今天呢，我这是与生俱来的。我最近在做演唱的时候，我拄到一个迄个灯光师哈，我们在开会时候，伊就讲伊要食寿司啦哈，伊去讲便当就无存寿司，讲无要紧，我就无食。讲我想要食寿司，你少年家我们这是这样自然的问啊，伊讲无啊，我都细汉时看到这个去市场港母啊，去市场看人咧抬鸡，我感觉鸡就可怜咧。看到迄个低向台，我感觉就可怜，就安尼尔。伊讲我都无食。对，那个。以佛经上来讲的话，就是你过去生，你的这个慈悲心呢，又带到这一辈子来。会刚开始都不加呢？会这样子，会这样哈，就是它有一个 hit，就是有一个点让你对，有一个种子。我们说的就是一个种子。对，像很多人他数学特别厉害。有些人英文特别厉害，像您特别会讲话，有些人特别会唱歌，对，其实这都是有一个缘分呐，应该是一个种子带下来，因为他们唔知影讲咱会做一道哦，你若讲为细汉咧培养，佮较免讲哈，但是咱本无呢哈，唔是讲我真正唔捌想过讲有一天我坐咧这主播台哈，啊，你开始碎念啊，你讲。啊，佮两个就好听，听就不就追啊！那高干哈，这厉害。是，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哈，意想不到的缘分，有时候是短短的来，可是他就是来助你一下，是点醒你一下，是开示，对，就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每一件事情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境界，其实都是要来提醒我们。对，刚刚宾哥讲对了，是要来告诉我们，对，是哈，我们这一辈子来是
有任务的，是有功课的。每个人都要好好珍惜自己。我们都有一句话怎么讲，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嘛。对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看重自己，自己是很有用的，很有用的。而且我们常常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哦，大家开谢行你也刚刚讲啊，今晚跟那里一起被冲上哈。后来你觉得是就是那个爱心满满，我就说心悦就是很开心的满满的回去哈。对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突然间在中间就突然间改变了。会这样，像这几天我就参加一个三好的公益活动。三好对，有碰哥，然后也有许孝顺哥，对，那这三好主要就是推说人就是爱讲好话啦，存好心啦，做好代志啦，对啊。如果我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那我想这个社会啊，不要说这个社会这么大，就是说跟我们相处的人，大家也都会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愉快。这个是港口嘛，现在那鬼了哈，华裔嘛，现在那鬼对吧？任你的选择哈。当下还是蛮重要的哈。好，